OK， 當然話 YouTube 我冇錄個頂，冇個 live out。Then OK，四百九都看到我講啊 YouTube。等陣我微博先。哦，有啊？有啊。OK。YouTube 有了。OK， alright， 我看先啊，等陣我 start 啦。各位，這唔係講到各位聽眾，各在歡迎人到對來收聽本來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咪甲人講幾個故事，幾，都冇咩聲好啊。這個禮拜是頭一擺，有死啊啦！頭一擺講幾個故事，你真正無辦當無講。然後當今這個頭一道幾啊正個人講幾個故事，我特別嘉賓呢，才一傾，所以就慢慢介紹一聲。哇，490房間啱啊咯，看咩490房間。咁我係嗰時候當啊，真係到第八度 K 分咧，真係。了。喂，老趙特別嘉賓是阿三六三490，我地都後條阿龍，個有阿涵就晒，小寶到嘅幾集一零。個318配劍湖個有哇，我 background 新疆梁剛剛個呢個小寶冚呢邊喎，講梁剛剛嘅事，แล้ว個有英國中半劍店加腳加劍水店，然後到啲 clubhouse 裏面夾小經嘅位個有阿蕉個有個鵝龜菜店啊毛毛菇加380OK， 這禮拜人就是人我講安尼句啊，無講幾個故事，應該是只幾個故事來曉。來就幾個故事要講。來學 Clubhouse 人 start。Clubhouse 人有人講幾個故事啊，無看到人嗰邊。這個咧，學幾咧看到幾個，而且你有聽過幾個故事要講學幾。我無 story 通講。無幾個故事 ，OK， 來啦，到對來一邊。我話490，你話490邊啦，你話，等陣我幫斷。哇，490，做者，個做者。我梗係正嘅。若是如果看到阿妹有物件，咪甲我講。我一定跟你講嘅。我一定跟你講嘅。你藤啱個波啲飄。看物件。有目睭，阿妹有目睭。你藤啱阿妹上面藤啊？那是妹。有咩？哦，無。OK， 來啦，正就是小寶係啊，小寶有嘛？小寶，正正到 clubhouse 講都有嘛？無啊，驚別人咧，這個咧人剛剛咧。我就是無想了先啊。哎呦，無幾個說安尼句啊，但正正是安尼一人為話。特別一人講未講，嚇，你有，阿涵講，就我嘛是我先厝咯，了我唔知我有甲你人講無，我頭一日我困即間新厝嘅時啊，我聽到我嘅家人嘅妹啊，砰哦，我就問我嘅翁，你有聽到我講無，我聽無到，了
伊講是何安本掉啦，何安被掉啦。แล้วโอเค咯，嘛免猜伊，咪猜伊咯。แล้ว第二尾哈，上個有人去鐵頭我嘅 mechanical keyboard，打安尼款咯。咩 mechanical keyboard？你 computer 啊？我做工嘅 computer，我死咯。就是人，阿妹就是人啲都頂kitchen嘅物件，咔，我睇到嘅了。就是人哋阿妹 kitchen 必須 mute 你咪。應該是我乜別嘅，開始啊。係啦，你講阿恆。แล้ว我即幾日咯，我就想到講，是吼，我係覺得上個是大風嘅時有聲吼，แล้ว我去注意嘅時哈。冇聲嘅咧，我係 garage 有風嘅時未彈嘅咧。嗰時最近嘅發覺，我家己去電彈起嚟 garage 嘅門嘅時啊，伊嘅聲是無甲頭前尾無聲噶了喲，死了啦，生出來嘅，馬路甲起呀咧，做咩做安尼款？你有 check 你嘅主隻 hood， 伊個口有 vent 嘅，伊風吹會平平嘅。要一個妹，你啲考慮 hood 真係你出街 hood 咧個口邊去看。有可能。我這邊嘅出門真係亂，我愛 fix 了，我會 fix。我唔知啦，可能是我家己亂想啦，因為我有一個 ventilation fan 嘛，我嘅 ventilation fan 是走規間厝，但係真係是。哇！驚死我都唔敢甲我阿媽講嘛。但係你幾聽佢打我嘅講，同佢咪講有可能冇唔是咩？你我 observe。你 observe 這聲，是講個部。你做再見佢都做啦，就攞2-3歲見啦，再叫佢做啦。你對仔啊？有啊，這邊有一個18個月嘅出掠伊來嗬。你掠伊來，你不要講我咯。不，伊好了嘛會哦，我知咯。那是一直佢啊，一直你講伊買嘢啊，伊賣啊，伊就是無情 monster 啊，到底係 monster， 想我買出來 monster。食辣了，食辣。我就有貴。就好少貴。我就貴。27年面嘅紅蘑菇。冇驚嘅啦。你阿你這鬼都知喎。怪我冇水啊 ，OK。特別我相信這物件啦，人相信咧，咱個厲害就是個物件，咱個看到這物件。另外咱相信 they exist，咱個看到嘅。我朋友定時我講過嘛，我就問下朋友，伊來韓國，伊講啊。伊是即時人去就看到咧，伊上擺是伊家己囡仔教老魚啊，伊大不多囡仔教老魚，2-3個月就教老魚啊。伊阿妹啊，伊講唔是做夢咋，伊看到囡仔啲頭殼係白啊，伊計叫伊咋，所以伊就真係驚咋。好似佢 realize 嗰時伊看到伊唔是困咗，伊唔是阿妹困嘅，就看到咗，伊是清白看到咗。伊講嚇。伊講吼，特別伊無驚就，伊細細人去伊就關係啊，伊是穆斯林啦，所以人大咗，第一是念經，伊就是真正 traditional 嘅穆斯林嘅 family 嚟，格蘭丹嘅人誒。伊就看到即個伊就是講人有啥物ustaz 啦、掠鬼啦，人相信嘅，伊講因為伊細人去就是佇迄個кам봉，伊就是相信即個本地人啦，相信緊即個物件誒。雖然講伊是穆斯林，特別伊相信即個物件，所以規кам봉。因為常常看到安尼物件，伊細細人去伊就相信咯 ，because 伊 believe，所以伊常常看到咯，所以看到個幾查某咯，伊個看到伊小弟咯，伊個小弟就做朋友關係嘅，係咯，伊就是伊，他是 can，伊個只股個 open to do 嘅嚇，伊頭時我係冇再相信，快 OK 快連咯，係啦，對伊馬來西亞來說走去咯，係啦，伊只就過來整 Q 伊物件啊，伊環境伊物件嚇，伊來 Q 物件，所以因為。我其實講就物件是，按怎伊會教我講先呢？伊 open 到我是物件是講嚇，你知我小弟貴先啊，我找的是馬來西亞人叫我到下手啦，到啲過嚟啦，冇一個人插我嘅，你知？你是 the only person 會帶我去食物件，帶我去銀行，替我解決
問題。伊講你真正好人咗，所以我甲你有一個 connection 咧，我看到你是一個正，你做得這物件。伊講我覺得是常常有垃圾物件對到我嘅啫。伊講你有可能你看袂到，特別我看到有隻物件對到你嘅啫。特別講咧嗬，特別你咧嗬是袂互人害到嘅。伊講你是袂互人害到，所以你物件你袂互人害到，是我會看到講，直直有物件會啲對了你嘅，樣是或者講下樣個你白白挖掉就對啦，樣袂害你嘅，伊個你挖就對啦。特別伊講嗬，第一明顯嘅物件咧就是一啲馬來西亞啦，伊講咱人嘅馬來西亞，我還沒所在，我本看到垃圾物件嘅啫。伊上擺伊天光光啊，一啲騎路邊一本看到咗。伊就講就是要歸線咧，就看到咗。特別講伊隻蘿蔔機啊，啲韓國，伊蘿蔔機啦，伊 feel 到即個空氣啊，味起來冇那垃圾。然後真個貴咗，伊是暗暝，一本 feel 到貴咧，手是貴嘅咗。無點嘅就，伊無迄種鹽咩感覺？伊講 Korea 無咗 ，Korea 你見啲阿妹路啊，一般非就是貴嘅啫。伊講嚇，即個所在是真得清氣嘅所在嚟。伊講有可能是因為伊人本身樣 culturally 啦，樣無相信，樣無呢，所以樣看袂到嚇。變咗喺你環境所無，你看你物件咗。尤其是你只係無相信咧，有就無愛插路咧，伊就無來做嚟到咧。有人相信佢冇，特別伊唔是教咗嚟，伊唔是 Korea 教咗嚟，伊有人是拄着下面聽到時間，就講鬼嘛。有可能伊是成日講樣卡in tune 咯，即係人卡 in tune Asian， 人亞洲人卡 in， 唔是講亞洲人，人馬來西亞人，人卡 in tune 啊，特下物件，人淡薄物件，有你夾減呀，人想是鬼，夾減淡薄就想是鬼啊。แล้ว變做鹹嘢就是鬼啊。แล้ว變做人嘅細機條變做鬼是只普通物件，係咪物件本就有可能是鬼？了伊人成根本都無想到，伊個樣按除非樣是正清白，看到物件叮當啊，未解釋嘅物件啊，吼，樣到是去講鬼嘅，因無想講聽到聲就是講鬼嘅。有時候應該是英國中嘅咯，因聽到聲咧，講伊是絕對都有一個 scientific 嘅解釋嘅。伊就俾佢隨講下，喺你 machine 排去了，喺你開喺你入到燒去了，伊無成個人講，哎呀，咱個做成是有垃圾。咱頭一項就想到鬼性嘅。我唔是講定着有一個 explanation， 有嘅道路被真正被解釋。物件，特別我想講，那是我未解釋呢。你無想到鬼性，我無夠熱 information， 所以我未解釋。我無天跳去想接到是鬼是講鬼事啦，是講那是無解釋呢，就就是鬼了。特別特別啊！應該點啊？你 camera 甲阿龍嘅圖片，我看你閃光頭個字嘅看，冇通看到你目睭，實個啊！了啊！別人了，你等陣等你意思來講，香港你講嘅是講感覺到你有可能，但係你當時講依個對調你個係一個物件，特別別係你。伊講我是。in forever 會對到，之類啲物件。伊講，你是唔是會常常聽到聲咁？嚇對，你是唔是會常常感覺到嚇，即係有物件垃圾物件對到你嘅。特別你物件嘅，你特別放心，當然是你生活裏邊嘅一部分，你無事嘅。伊喺度講，所以啊，我變咗是。甲 realize 講，有嘢我常常無大無事，我啲 office 會聽到聲喺度。因為我當時我做夜班啊，我做個暗暝1點幾12點咧，即係我後背啊，人甲เรา攏總放工啊嘛，所以為個攏總是空掉咗。特別我特別會聽到紅險1點幾做一半啦，有一個聲是講人嘅鉛筆啊，就是講有一個筆筒啦，一啲筆筒裏面我一支 pen， 一支筆嘅球啊物件，即是有人去。動到伊啦，一筆就刷掉嘅就，根本就無人嘛，啲 office 裏邊無可能揾啲聲嘅。係咯，我佢聽到舊語就刷嘅聲本嚟就。舊語就刷個驚，你 pencil 係咪 鉛筆嘅個會講通時，伊成輕掉淡薄咧是 sometimes 是慢慢 gravity 會做伊成刷陣可能。特別都我協成河南西跨，係你講下，你叫南西。係啦，伊叫我聲裏邊一直話起嚟講，即病嘅即病咗。伊嗱嫌伊講，伊唔話迄病是住啫。伊話迄個所在就是迄個聲出來所在就，住這啲病。伊唔講，迄個人是唔是冇醫療嘅？
我講唔是啊，伊講按照講冇嘢，伊講伊是唔是貴先去了，所以伊對嘢走嚟做工。係咯，我講應該唔是啦，意思就是伊resign 啦，伊走去了，特別伊人固定過誒。你講伊是感覺就講有一個人。哦，哈咧，冇去了誒，伊古早啲未必是看到，唔是看到你當數來，未必看到是。伊個 feel 就自己都係做工對。係咯，咁啊，普及做工，玩羅餅咯，伊玩羅餅咯，伊佢玩另外一邊講，伊講迄邊本是上個是有物件啊，你看你 feel 就講，係咯，你玩另外一邊，你是古早有一個printer 嘅，有一個 printer 係啲邊嘅咋，係咧 printer 搬走去嚟，我冇用啊，搬走去啊，所以 printer 是冇開電嘅咯，係咯，我另外一個同事咧，我就講起呢個物件咧，我有其中一個同事，伊就講話，嘿，我有聽到相關嘅物件嘅咋，韓國人，我自己一個人做美工嘅東西啦，韓國人誒做美工嘅東西啦，我聽到 printer 有人，你知安怎咪先哦 ？printer 下邊咪成日抓嘅咯，佢抓是開台嘛，一台開出來了，係抓啦，都撒開嚟台到對時，要一聲嗌嘛，伊聽到佢咧劈一聲嗌咗。意思講人係了抓撒到對台係劈一聲嗌咗，伊講佢哋 printer 人都冇用嘅呢股咧，按照有佢哋劈一聲，伊個是冇用啲嘅，一做咁樣，好像幫咪就一點幾12點呢，劈一聲一邊可以看冇人嘅咯，伊講伊都會錢就借到了，特別係你 printer 就搬走去啊，搬走冇管啦。喲，我驚，莫鬼賊啊！同樣講起一刀啊驚啦，真是冇 training 嘅事啊！等陣我會教即 clubhouse 嘅人哦 ，clubhouse 就是啷講聽王講幾個事啊，你個基本是有幾個事俾教人講嚇，我係細個手起來望坐你起來大頂啊，特別咧俾教人講明性啊，我當然是到啲 YouTube 有幫我啦，未看到你面，特別會聽到你聲，但是啷會講嚟講幾個事係細起手往滾招往羅人特定滾招係話往人有攞地靈水金咪使拖人起來樓頂 ，OK， 嗰個百里位咧，百里即係等我攞你先嘅人就注意來下攞你，百里接來人一半掉，等我看裝嚟。維娃娃嗎？佢下維娃娃佢裝，無啲當幾時主要未記啊，卡吹聽啊，哈。維娃娃秒掉。維娃娃歡迎。我想係貴啫。喲。我because 我當見到佢一人住 hotel 裏邊喎，我驚。你當冇驚嚇？你不要緊，維娃娃你咪要緊一項物件，你咪做一項物件呢？你特別怕壞。即係頭一點，第二點就是阿妹啊，你 lock screen 下，你 screen 到人家別，你唔是 iPhone，你 rotate，你 auto rotate。你 auto rotate lock 啦，你 swipe 落嚟有時佢就可以，你對面 swipe 落嚟啊，正手邊 swipe 落嚟了，你要就寫住 lock 啊，二開arrow，冇，特別我唔識用 iPhone 啊。哦，別怪。because 我冇佢哋數，我冇。你當然得咯，你冇咩？我冇 earphone 嘅數，我冇佢哋。iPhone 嘅 earphone 嘅數。哦，你當然得咯，你家己講到得咯。我嗰邊嚟啊。哦，嗱個 Alex 機咧 ，Alex 機是幾歲？真膠本。Alex 機是裝。你冇講話。Alex 機出聲啫。沒有掉。我應該等者另外一個話題加接嚟嘅。不要緊，你接到聲，你講就聲，不要緊。Alex 幾時幾句啊？嗱，打你個手誒，秒掉。Alex 幾你秒咪掉？有啊 ！Hello Alex， 你名你花名？ Hello， 哈，聽到。哈，你名你話名，你頭一擺來嘛，係我唔捌講佢誒。你咪個隻喵啊？你咪個隻喵去啊？特別係邊個關啊？應該是冇關啊。你咪喵叫喎，你按喵你咪哦 ，Alex 機。冇聲喎，你咪喵掉。你 try 下，我叫別人講，你 try 下會要mute 加 unmute 你咪。我講啦，哈，聽到。
哈，聽到。Hello，你聽到我哦？我係聽到伊。伊有 latency 啊，都會注意嘅。你到底 YouTube 會看嚇？你 YouTube 會看 YouTube 看咩？哎呀，人家 review 我 phone 我到底 WhatsApp 會。啊？哦，phone 咩？嗱，人 phone 我邊個就看去。伊學到冇正氣。呀，唔知是把下面嘅 phone 喎。哎呀，買。誒，等陣多部 phone 嘛。嚟講，咁啊，晒我冚樣啦，我 off 咗，我等陣我隔離。唔，你話看到鬼往時會現場看到 YouTube 會較好刺激。你告訴講啦。嚇，講你告訴就講你告訴。係咪講你告訴咧？講咧，我 off 咗。唔係嚇。我已經看到現場。你面係較重嗰邊。你 frame 係重。我未曉。嚇，未曉做 YouTube 嘅人未曉學路啊。安怎啊？我學路一個 alias 拍壞。new nickname。直接拍壞啊！我同你講，你講後面是叫咪咕啊？你 nickname 是拍壞。哈 ，OK， 中午，你曉中午是咩哦？中午是講中間嘅啊，中午是中。我曉做 estimate 咯。你 estimate 你未看到你自己嘅啊？有啦。係啊，嚇，安尼嚇 ，OK。我甲你講，嗬，最近啊，唔是我買咗貴線咩？哈，對。然後發生一個比較神奇嘅事情，你知哦？哈，講。然後伊啲講，像啊，伊啲 serious 啊是啦，伊啲 serious 伊嘛入 hospital 了咯。然後我伊 boyfriend 哦，伊 boyfriend 呢是伊 boyfriend 是有心理準備啊啦，是講 maybe 伊會行咯，你看咯吼。然後呢，伊就有捌到一個 sales girl 啦，嗬，伊是做慈善工作嘅嗰種。然後 because 當今呢，伊是你買boyfriend？本是我買朋友啦。我做謝啦，做謝白嘅啦嚇 ，OK。做謝白。係咪是慈善？慈善是做 charity NGO。然後 because 佢暫時。坦白講，伊本在講話經濟狀況本唔是真好嘛，了伊人家己呢嗬，其實伊人嘅經濟狀況也本是唔是講真好呀，也 financial 嘅之類啦，本唔是講真好，所以若是講有蝦米事來講嗬，是會較，就係講會較食力淡薄咯，that means 講會較安怎講下？愛找辦法咯，愛找類咯。若是講有蝦米事來講啦，然後 OK， 然後呢，即間做 charity 嘅啦，伊嘅 phone 嗬，伊嘅 boyfriend 就冇咯，就係冇伊嘅 phone number。然後伊就我mother 啲 serious 事喎嗬，伊就有甲伊講咯，你 maybe 嗬。當今嗬隨看去看人嘅 number 跌得落，安尼看咯。然後特別我 mother 佢暫時 already 上架講安尼看啫嘛，冇咪在人講啊，冇咪在人啊。然後伊掃來掃去，除伊個 phone 啊掃來掃去啊，除冇喎，除冇了，然後我 uncle 就講，哎呀，即安尼看就冇病了咯，順其自然了咯，看到是安怎啦，安尼看啊。然後即個查某我 sales girl 我甲我 mother 嘅感情本是真好嘅，然後我 mother 本上個對待伊呢上個企查某囝安尼款，OK， 然後過後若是呢，我 mother 就 pass away 了喎 ，pass away 了咪解了咯，人愛面臨嘅就是伊嘅 funeral 啊，甲了嘅物件啦嘛，伊 expenses 甲了啦嘛，然後。我 uncle 就伊搭個朋友啦，我叫伊 uncle 啦，然後我 uncle 就問我咯，講你 OK 哦，然後我講應該是 OK 啦，我會較坎坷淡薄咯，
tapi still 個都有裁掉淡薄啦，個有裁掉啦，我講啦，แล้วมาแบบกิ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มาปังสาแม่เนี่ย咯ปังสาจิเนี่ย咯สาจิหนอแม่เนี่ย咯แล้วว่าเรา唔是係到厝嘛ว่าเรา是係到係你衛生所啊衛生所就係講人係到 flat 嘅樓下你可能係有一個地方可能係做一個喪事嘅啊然後呢，伊是有攞嚟空間，伊有攞嚟 space 就，所以一個 space 是我 mother 嘅咯。然後另外隔壁嘅 space 咧，係一個查某嚟嘅。然後伊呢，係本是cancer 本嚟，甲我嘛嘅situation 是相嘅。然後，hello，講啊，然後就奇怪嘅呢，就是講 ，OK， 有一日那時呢，嗬。第二日那時啦，第二日嘅下晡那時啦，然後 suddenly 我 uncle 就甲我講嗬，講我找到一個 charity 嘅一個 society 了，所以嗬，伊人嗬會使投下手人迄個funeral 嘅物件嚟款，無講投下手甲了啦 ，but then at least 有一半嚟款咯，所以嘛較好咯嚟款，然後伊甲我講嗬，伊 experience 係安怎？伊講啊，隔壁嘅迄個有，講伊一個咱叫伊騎查某囝啦，我嘛得迄個騎查某囝啊，伊吼 happen that 吼，伊是隔壁好一組嘅朋友來喎。哦，所以伊出山啊，拄好捌着像誒。哈，伊出山那時吼，伊就有看到我 mother 嘅小影嗰陣 ，but then because 我 mother 無聯絡伊隻久嘛，แล้ว無聯絡了，伊嘛無去拄我 mother 咯。平時是我 mother 煮了飯了，有煮食了，就 phone 伊一個騎查某囝去食嘅嘛，所以無 phone 呢嘛無過去咯 ，because 伊本有工課愛做嘅嘛，嘛無過去咯。แล้ว伊本唔知講我 mother 發生蝦米事，你知哦？伊唔知破病本啊，伊唔知講 cancer 咪唔知。伊知，特別伊知講有啲嚴重㗎，安尼款嚇แล้ว because 新車若是我 mother 對來伊嘅姊嘅位嘛，對來伊姊嘅位嘛，所以一個騎查某囝嘛上下講，對去老家，แล้ว無對來過安尼款咯。所以嘛無去查我 mother 咯，嘛無去看我 mother 咯。所以伊出山，佢看隔壁佢一組出山那時有嗬，伊就 feel 到講奇怪啦，安怎一個人誒小影嗬看起來像個真正識安尼款咯就，所以嘛去出山嘛去送了咯，送了嗬，伊個再換對來，伊愛 find out 啦，是唔是？我 mother 安尼款，有想到有懷疑講是你媽啦。對，แล้ว過後一來那時吼，嗰隻其他嘅物件是講啦吼，伊個拄着我嘅 uncle 喎。哦哈。你講啥？你想看啦？若是講伊拄我啦吼，แล้ว伊若是講伊知講是我本好啦，特別我唔捌講伊是做 charity 嘅 work 嘅嘛。แล้ว是我 uncle 個會知嘛，แล้ว伊個安尼啱吼，伊對來那時喎吼，伊拄着我 uncle 喎，แล้ว你知講安怎會安尼啱喎 ？Actually 呢，伊會出山啦，隔壁佢一組嘅出山啦，是10點，就 already 10點半做了11點就 already 出門了，你知喎？特別呢吼，是你講啥，伊到山頂嗰邊啦，伊嘅師傅吼 suddenly disappear 到，找無伊嘅師傅念經喎。哦，แล้ว變到 delay 去。แล้ว咯，變 delay 去了，所以 delay 去了，伊對過來那時候就啱好拄到我 uncle。哦。所以我 uncle 就甲伊講咯，甲伊講當今嘅 situation 咯，所以真正好彩啦，吼是講伊有recommend 咯 ，recommend แล้ว我人有夾着伊鬥卡手咯，安尼款咯，แล้ว你會 feel 到講上架即個物件是一個 miracle 嘅，你知喎，安尼啱嘅喎，嗬，安尼啱嘅喎，你根本成個你嘛條啲嘅安排，好多人免講大家上坎坷呢，
แล้วก็表緊我都想看佢哋安哥嗬，伊是無去睇查某嘅電話，你知喎。所以啊，that means 講啊，伊若是講無拄着啦，就是無了嘅喎。哦。就是隔了嘅物件是，就係講有一條安排嘅水水呢嗬。對，所以這個是一個較神奇嘅物件，唔是鬼嘅故事，或者伊只神奇啊，你會 feel 到講是。miracle 嚟講咯，對，好，你當然到一間客棧，我當見到 Lead Street 嗰邊，老客棧啊，冇啦，水啊，新嘅啦，只水，都 review 下那邊，做 review 下，冇啦，實在這項，because 哎呀。because 我最近我成日有淡薄心理病啊嚟講了。你只做物件嘛？你把你甲你媽個把你甲歸心。แล้วว่า成日แล้วdoctor 講我有 anxious 啊 anxiety แล้ว要學我要特別我唔食我唔敢食。食咩什麼食？我食落去啊，等陣變咗依賴去咯好。你就是較健康啦，要就食啦。我聽講等陣變咗 depend on it 肉去嘛，所以我盡量找出來咯。你買 depend 你要嘅話，你特別做淡薄好嘅物件，對你身軀好嘅物件去 depend 咯。你有運動哦，你有去游水，有去拍球，你 depend 迄類物件有可能會幫助到你較大個咯。那就是你買食藥嘅話，係哦。你特別隨淡薄啱嘅物件嚟做啦，去運動啦。嗱，你當然運動掉嘛，當然運動去吹。แล้วมาอูโลว่ามา出來行咯，去行路啦，行路去這邊外口，แล้ว慢慢行，慢慢看，你看行，好嘅。你除咗冇咁激烈嘅運動啦，譬如講，你完全冇時間做運動嘅咩？像跑步又好啊，運動咪是這樣咯。唔係，我冇時間留住，我就是驚攏，人哋你就是。食呢隻物件，我都是擔心講你直接食咧，你本身依賴迄個 food 去咗咗。係咪？冇啦。係啊，你買食藥話你特別運動咯，做迄個物件有影會幫助到你嘅 metabolism 嘅咯，你教人家別變係逼斥嘛。你冇暑假留慣去游水啊？嚇，游水好，其實游水好，我同你講未曉嘅話，你可隨住先生嚟哦，你有可能會暑假掉嘅。我可能是對啲先生。有邊咪好快啦，係啦，你驚好快咯，驚及時咯。呀，隨便要爛隻爛你看咯。冇，OK，隨雜波嚟㗎，隨雜波嚟㗎。阿龍，藝術家答我是我係答，所以我一般上係答嚟加一，一層實際答嚟加一。都可以加一啦。我一定要隨私病打位股燒你嚟我咯。一般上扯補嘢就夠啊。那羅蘭，你佢冇人講嘛？羅蘭就係羅，你佢應該就係除掉嘛？羅蘭就係羅最底時啊，蘇納米係定啊？蘇納米羅蘭羅最底時。啊喂，最近名咪新椒嚟介紹，伊曉係賣開啊，新椒你名咩？團名咩？我名江湖鏡。哦，出名江湖鏡。OK， 江湖鏡頭一擺嚟嚇。是。咁你都除咗邊啲學嘅呢？舊年 MCO 是我嘅 friend 介紹 ，then 有聽到今日咯。哦，哇！你是個聽幾個數啊？暑假聽 ，actually 是聽 almost 個了去啊。哦，哇！咁好驚啦！一幾日都可以嚟參觀咧。你平時有冇嚟？有時候就講 I share 特別到是。未記咯，了有當時冇點聲，所以this month 嘅應所會使嚟 join 好，安尼 ，OK， 來，我俾聽你，你等我問聲，แล้ว你會記你聽到頭隻 episode 邊咧，好件事得字 episode 咯，今年整。未記啊咯，伊是2018年嘅，2018年啊，一個 episode 了。
我會記是有一道聽到阿龍嘅故事嘅。哦，搭隻 office 應該是阿龍嘅故事誒。Monster 嘅故事 ，Monster。對。哦，一處誒。after 厝啊，就是做工嘅位嘛。啊，安尼一隻啦，一隻好朋友對嘅。แล้ว我會甲你講 ，OK， 佢一條就是咧吼，你頭擺一部拍回來，當今我佢是要幾嘅，你 frame 啊，你看到你調你頭去個中哦，我你愛得調你 computer 還是你 camera 去卡你會正平淡薄，所以你按公眼看啊個中，哈，你真係說，你想係 paradise 啊，伊後尾是關嘅啦，哈，唔對平，另外一邊。我驚係哦，你開啦，你驚數，冇你當然去一邊去啊，你唔使去中，你去一邊。我同你講就派 estimate 嘅咯。我教咯啊 ，OK， 當然，按照別人啊，安尼係啊。OK。我真係咪屬於派 estimate 用電話人冇咩快掉，一定用電腦會較用快。啊，個去淡薄。我是用了 tablet。哦，你用 tablet 去刷你個 tablet 較去下邊，所以你看到你頭咧是到底中位，然後擺住你看 YouTube 是你對面壁做咩事話嚟看做啊？然後我拍我 screen 是 split 到中一對嘛，然後我一邊你一邊嘛，然後我介看到你若是無來講，你變咗一半面嘅，可能佢唔知想看到鬼。哈，來 OK， 哈，你較起都起你正邊個，所以較起你正，哈，你講，哈，安尼 ，OK 啊，哈，安尼對啊 ，OK，來講你，OK 啊，講你幾個數，我呀，OK， 我講一個是細漢嘅事咯，我是應該是5-6歲啦，5-6歲嘅事。所以古早咧，我啲嘅 parents 是我爸爸啦，是住啲阿布City 咧，會使講啦哦，住迄邊嘅。所以古早咧，迄間厝迄邊是真濟迄個 shop lot 嘅嘛，所以想要樓下做生意，迄個店厝樓下做生意頂面是有咁大嘅咯。所以我甲我爸母是住頂面樓下下晡時是做生意嘅咯。所以過咗咧大一站是無輸嘅，來到有一道咧厝就入冊，了入冊了就寶馬達，佢做甲真亂七叉，了爸母就想講可能愛搬出來，迄間幾間店是做生意爾咯。before 搬嘅時咧，有一暝我會記，我人就行過去，古早是叫做飛馬，當今是變成你講 Plaza，Batu Kak，古早是叫飛馬咯。對。我人嘅厝行過去，有一暝咧就8點啊呢，我人行過去買物件，買了轉來時哦，我人就到厝外口愛開門入去，特別咧，我爸母看到安怎伊厝內面哦，迄個店啊內面開開嘛，伊個迄個window 叫做咩啊？窗啊？伊個窗啊是。伊窗仔是迄種看會到內面看會到影爾，因為伊毛毛你看會到影，伊布布你看來伊窗仔伊玻璃布布嘅，對，哈，都看到講風是開了真正大，哦，伊看到風是拍，內面呢都有人行來行去，喲，猛高，行了有人行來行去。講話有聽到聲人講話，特別聽袂到人講係咪？特別知講有人內面講話。較濟過一人啊，伊是幾人到啲人？喲，八啲，喲，八啲。了頭呢，我嘅爸母上是我直伊人，因為伊人阮有股東做迄個 business 入邊嘅嘛，成個伊人喺內邊領袖。特別咧
啊是讲人爱啉酒，伊人有交代后生嘅嘛，直到人无交代着，所以无头是无义理无虾米咯，开门，特别开门嘅时了，内面无物件，同时无开，无人点点。所以你是讲你是頭是實講是你舊人，所以你就無成本那手機去開起嘅時候，必須無行嘅那邊。是。你還是你幾歲？了看門咯，家5-6歲有啦，會曉物件啦。哈，所以現時開了看無人，佢再冚到對還是接起厝啦，啷個了？冚到對奇怪嘛，有魔鬼牆啊嘛，冚到對門。要行到對就去看，個再想空是旁了，本是有人來面行來行去。了我會巴度奇怪，走真緊，走去門，個再開門，個再無物件。了過了迄暝哩，物件本無夾，我會巴一頭帶我人去伊朋友嘅厝過一暝，馬仔早起。打電話互我直伊人甲人講了，就一人去頂面，早起時去頂面去捡物件，搬物件緊走。哎呦，你頭冇大邊嘅？做生意呢？哦，你頭冇大邊大了？冇大，唔加大。你攞做生意是 OK 啦，冇講想要聽到物件啊，是有差亂啊，冇啊？冇啊，因為一做生意時，我人古早是做食的嘛，做食濟人了，有 staff， 但係講有 kitchen 了，有 waiter， 係咪食濟人嘅嘛？冇講驚咯，特別是講做家一站本是背冇做啊咯。我想問你是唔是做有人食嘅？伊是做上家，我呀家嘅減上家嘅。經濟分野嚟款嚟燒咧，伊啥有攤經，有攤經，有攤經經家己經料嚟款嚟，特別真係年前啊。古年時有人講過，唔是啲咧，會有呢？唔是嗰啲啊？是唔是？記你去樓推嘅嗬？我記你去樓推是我是有人講過，我哋阿不是啲咧呢，即係處有見你去樓推啦，呢件是間 special 咯。Actually，無聊過，你也出過有當然。伊無聊過，伊個告訴過。你就會講過了，這個事啦，我有想起咯。因為古早去看厝嘅時，因為愛行去迄間來做嘅時時候，我諗嘛是看厝咯。了有一個啥個迄個 agent 啊，啥一個 auntie 那款帶我嚟我去看，青口迄個青口看這個厝。了我會記講看厝嘅時是暗暝來，啊個7點幾暗咧，天暗咧。我會記講，我囡仔嘅時，我去看一間厝嘅時哩，迄個青口開門，互我嘅個，我去看伊人就正，因為迄間店厝大間本啊，有頂面啊，伊人看了嘅時，我會記是哦，囡仔古早袂曉物件嘛，我會記，我佇內邊我有拄到一個囡仔，放假嘛，迄個伊囡仔佚佗了目睭裡嘅，買，驚，了，我就去看迄個囡仔了，伊甲我阿個相會聲了，伊就問我愛佚佗，我就無睬伊，我就行走。我會記講，你當做上個是另外一個囡仔，反正啦，你無想到講幾個上面啦。伊是啥一個囡仔，我啥一個囡仔，特別我唔知是迄個青口嘅囝啥物，我都唔知，因為我會記講，伊去開門嘅時，暗暝嘛，我會記伊去開門嘅時，有一個囡仔徛喺伊邊仔解白白接。所以我唔知，我淨係唔知迄個是人啊，到到底我唔知迄個是人還是含物。講起白姑梨，你知有陣時咱大劇我拍厝嘅時，你聽到樓頂，聽到樓頂有白姑梨嘅聲。
你我其實不太貴，講唔知樣佢哋是 explain 你係 scientifically。我電呢？哦，電。老實講，我冇想到，我感覺是貴嘢咯。我同樣我冇想是電嚟咯。迄個是擺冰啊，因為早我大係為啥呢？伊有啥迄個目睭裡甲流嘅聲，特別迄個樣有正實質清楚啦，有 proven 講是往嘅迄個水嘅擺冰嘅。哦，伊 pressure 呀 ，maybe 是。咪你講見到佚佗白骨裡嘛？哦，見到佚佗白骨裡哦。誒，阿主人都當緊紅香較大聲，係特晚快細聲，當佢好啊。嚇！誒，等陣你那邊OK，你 continue 你講咩？我想不講，你等陣我俾佢幫助，特別我就唔是咁樣，我會聽。唔該去幫助啊！你講，你就俾佢講啦，我開壞 speaker 大聲，我去幫助 ，OK， 講。哦 ，OK， 有一個是我畢業了出來，家己催厝，然後家己愛大，甲朋友白得大咯。所以這個呢是加個例啊，這個是加個例啊，這是我頭一間厝我你講較慢啦，我教我嘅好朋友，OK 講嚇。你講得特別快，告訴拖較等等，唔係講到你聽好聽，唔係講安尼快過，我去幫助 ，OK。你大到攞催厝。OK， 這間厝呢是伊是一個 apartment 嚟，伊是啲八日到講嗰邊。OK， 伊是啲八日到講嗰邊嚇，所以伊這個位呢，伊對面呢是向了迄個我人長人嘅房嚟。哈，是啊。了，伊這個 apartment 呢是伊嘅邊呢，古早伊是一個 clubhouse 嚟。伊內邊有一個 restaurant 了，亂嘟啊！亂嘟對，伊是迄個家，伊是迄個有伊因為即個亂嘟伊有兩個嘛，一個是細間嘅，一個較大間嘅嘛。嚇，細間嘅是對面就對。我才講佢哋嚇。我所迄間是三間房較大間嘅咯，是較少人大嘅。有一個是Caltex 邊嘅，迄個是較細間嘅。所以我大嘅是迄個當今 Econsafe 後背嘅。所以即間厝呢，我頭隨厝，因為冇畢業出來啊，無講趁真濟嘛。然後我甲我嘅朋友甲伊嘅girlfriend 啊，古早是伊 girlfriend 就是往三人咯。然後我講OK， 我人公司找一間，特別呢無夠錢嘛，我找辦字咯。後我找了一間，我會記是啲高樓，無錯係講高樓嘅。伊這間厝是我人頭唔知講伊嘅出租5-6年啊，無人睡。話過一間厝，伊起來做成一個 store room。5-6年無人大咧，特別呢，before 我人去看厝，伊就 clear 伊嘅物件，伊灰啊，伊物件夾了夾出來，寫過規間厝啊，個互人看。所以我人就去看厝嘅時 OK 咯，規間清氣嘛，咪夾起來咯。特別是講我無爽嘅隻物件，就是伊厝裡我嘅房間啦，但means 我也未搬入去，我是大地址房，我嘅地址房咧有一條真正大條嘅紅光布，伊嘅門頂面。真正大條嘅貼條特別呢，我因為我是 Christian 嘛，所以我無去管安尼款嘅物件咯。然後我朋友本是 Christian 嚟，特別伊嘅 girlfriend 呢，就是白人講嘅，伊 girlfriend 看我就真正驚咯。伊講要安怎一間厝安尼款嘅，然後養大房啦，我人因為掃厝嘅時候，我甲伊 girlfriend 白白攞人去洗厝。伊無用，伊去 outstation， 所以我兩人去洗幾間厝。伊個 girlfriend 找到伊樣嘅房間內面有紅包籠啲corner，伊樣嘅房間 corner 有紅包籠，伊紅包籠內面包了係有一個啥一類啊，人嘅一類擠起來啥四角然後下啲 corner 嘅。係咪？所以伊就真正驚。安怎伊一類唔是打鐵嘅，安怎擠？那唔是鐵嘅。OK， 你想咧，我你入一個紅包籠，你下一類
一个一类一片红包佬，哦，也纸红包佬，哦，我成日捌看你是只做三角你是个啥四角形安尼款啦，啥内面起了一个一类，一下你伊个教育哦，伊个房间个教育。伊個 girlfriend 吹了，有時就真驚咯，就真細膽咯，講哎呦安怎啊，愛咪合格啊，了我就甲伊講咪管甲了合格，我就舉合格了，迄條紅光蝴蝶我房間嘅哩，我貼我就合格去咯，甲了物件合格。過了哩，我朋友對來伊甲我講，伊講安尼款啊，伊講我人厝睡覺，特別伊講你搬入去了先，我人加一個月甲搬，所以我講 OK 咯。所以頭一個月我一人住咯，呢間厝，我一人住。所以物件就start發生嘅咯，就是啥物事發生嘅，就是有一暝個9點幾10點，我轉過來，我頭第2、第3暝我住，แล้ว古早我有一隻狗囝嘛，我有飼一隻狗囝，所以你人 try imagine 啦哈，成日當今你坐了佇一個 sofa， 你坐了一個 sofa， 伊個 sofa 後背就是壁咯，伊個壁個後背就是迄個廚房，就是我個房，講迄個真大個紅光壺，紅光壺大啲 ，OK， 哈，了。頂一暝啦，我一人佇厝，我看戲，我坐了迄個沙發位，我個狗囝咋跳起來，跳起來哦，伊走來坐佇我頭前，伊看了我個邊，伊看了我個邊，你知啥狗？養狗curious 啊，伊個頭安尼款歪，伊歪。伊歪啊咧，伊就吠哦，伊吠停咗就，我就真正無幾長了，我就抱伊起來，我問伊蝦米事，了我放伊佇我迄個沙發個邊咯，我放了伊邊，伊就徛起來，佇沙發伊兩邊手，伊掰迄個壁，伊掰迄個壁，掰一路，伊一路吠咯，我就真正。隔離啊，真正真隔離啊！係是你房間嘅壁啊，你房間嘅壁，你房間門嘅壁，伊無擺門，伊就俾擺。但係講房間，但係我當然我坐了嘛。嚇，哦，你後背。伊擺我邊嘅壁。你後背壁後就是你房間嚟啊啦，你壁後就是你房間。OK。對，伊擺了迄個壁咯，伊擺了我就真刺激啊，真隔離啊。我就開甲了火，我去困，所以無事。過啊，係你是落股定啊？係你是落股啊？有陣個少年，自己是落。2006還是2007年嘅事。OK。嚇，所以有一暝哩，我出去 clubbing 咯，20幾歲就係去 clubbing 嘛，所以去 clubbing 啊哦。對來嘅時真暗1點幾，特別無醉無蝦米啊，有啉淡薄酒，特別無醉。實在講，家己真正愛困，真正diet，真正喘啊。所以對到厝嘅時，落真正大雨，大家啥講，你愛講話，你本就較大聲，迄種無聽袂到嘅。我就去邊間去裝液啊，換衫，倒落眠床就愛困嘅咯。然後真正冷起咪。我冚開嘅啦，愛困嘅時候，我就夾被單。然後你在迄個感覺講，你 almost 愛困了，愛鼻啊，成日講愛 doze off 迄種啦。我記得有人 Q 愛被單。喲媽！有人 Q 愛被單。所以 Q 落啊是咩 ？Q 落 Q 邊啊 ？Q 落。卡名啊，跨落啊。冇，伊是 from 代咗落面頂 Q 咯。你嘅面頂辦法。哦 ，Q key 啦 ，Q key 後你 expose 卡啦，你 Q key 到你 Q 到什麼頭？你冚呢邊啊 ？Q 嘅冚緊呢邊啊？冇 Q。哦，你是感覺到你一啲卡而 expose 呢？喂 ，OK，Q 度一類卡，但係是到啲一啲而拖走啦。拖。這邊嗎？這邊 Q 落嚟。OK，了，
แล้วwhat that night 迄一暝我真正大熱了，所以我就真正起哄，我就開開起來，我就罵我講你莫吵亂我，我真正愛困啊，你莫擱再做我啊，然後我就冚我對開家己困嘅，然後過啊，早起時我甲想對，昨暝有安尼款物件發生咯，我就 call 我朋友咯，我迄個我甲我白白 share 房間嘅我朋友，我 call 伊甲伊講，伊就講我唔。若是假啦，伊就甲我講，伊講屯佬迄間厝啊，我偷偷來看誒時，我感覺講淡薄奇怪了誒，伊講即項物件，我講 OK 咯，愛做啥物啊？我講無安尼咯，我叫一個 pastor 啊來迄個厝看者咯好，了 at least 叫伊 pray 叫伊祈禱者，了應該是會較好咯。伊講 OK，所以我就打電話互一個正快少年啊個 that time。是一個40歲、30幾歲、40歲一個牧師啦，叫伊來看啫。這牧師是阿木教嘅，叫伊來看。迄個evening，迄個牧師就單過來啦，伊就過來看了。伊牧師就係行入來這個厝嘅哦，伊就無夠10秒，伊入來無夠10秒啦，伊就記了。講你會記我甲你講，迄個我狗去病了，迄個隻你去病了。伊牧師就記了迄個歌呢。伊講，即個位哦，伊講 this spot 啦 is the the gateway of hell。哇！我同你講，我頭規個人。忘記啦，因為他們處理，我人無甲伊講到半項，無甲伊講到半項，你知無？伊入來伊看咧，伊就講迄個伊講迄個 spot 啦，是迄個 gateway 嚟。然後你感覺第一個理嘅是啥物咧？就是呢個，伊講嘅迄搭啦，就是我嘅房間嚟。伊個 spot 啦，是佇我嘅房間，我住喺房間內邊。哇！我講我。青講噶，每安怎？伊講即間厝真正久無人住係我講下對是，伊講就是咯，伊講無人住，你無住係伊講伊人物件來做成啊，即個 train station 啊呢啊，接出用你即個。咦，架龍嘅差唔多樣啊。Hello。聊，我還不是看得見你哦。哦，你們是看得見你 ，OK。一般做伊成 MRT station 去，好像接出咧。所以這個牧師咧有甲我講，伊講伊這個是愛插亂路人咯，愛下路人了咯，唔是講淨係愛去做亂係咪？伊是講拄好過看到，有人，無人嘅嘛，當今有人嘅喎，去插亂伊去下嘅啫，成日講愛插亂路人啊。安尼咯，了過啊就叫伊祈禱啊，叫伊唔知啦，伊去祈禱，伊行過去迄邊，然後伊去幫迄搭，了唔知伊多，伊祈禱啊，過啊會感覺厝較平安咯。特別過啊幾個月後啦，阮是有一道我有着病。哦，三號幾病？迄個 feeling 咯，唔是干那，唔是干那着病，伊是一種病路啊哦，了個啥殺裏邊一邊啊，買好起來啊！有嗰個香，一支呢只裏邊呢，有一刀呢就是一切了咯，要一人切了咯，買好油，有你油起呢，一個再切嗰種落去，了，迄一暝呢，我會記應該是那個4點嘅那款啦，了我朋友。甲伊個 girlfriend 搬入來啲頭一房咧，因為我會記我一搖起來了，我覺得真正幾好，我就回去，然後我就嘈正大聲，我講你講緊甲我出現，你甲我出來，你甲我出來，你唔通做即個看袂到嘅物件，我嘈真領大聲，我嘈甲真領大聲，搞我嘅朋友又請起來，我妹叫我開。喲，好我是你朋友啊，朋友係老細啊。你成日話我咪是咩？因為我唔敢，因為我知講伊個 friend 真正細大嘛，所以伊妹啊，伊個 friend 都真正驚，所以我顧蝦米事啦。然後我就講無啦，我發夢嘅，
哦，所以冇計講啦。貴啊，係哦。嚇，特別早起時，我跟阿教我朋友講，我講我條帶安尼看安尼看物件。哦，一路到下邊較經到啦久。兩年有啊。哇，佢大兩年都好勢。哇，你阿兵咧，個兵伊無驚就不要緊啦，伊無驚啊。兩年。貴啊 ，OK 啊，貴啊 ，OK 啊。After 迄個牧師來祈禱個了係哦。OK 啊，除了迄刀條訂佢呢，有蝦米咯？有條訂嚇一刀，特別貴啊，迄刀無數啊。伊愛做你驚了啦，你驚嘛，學包咯，你無驚嘛，不要緊咯。對啊，有當時有當時我驚是，我成日是遲疑了，你成講我好像我直伊。repeat 到啲我頭，直講，那時講睇你牧師教你講，即係迄個地極嘅，迄個 MRT station 嚟講嚇，我直想到咯，我係坐到邊看戲，也是行過，我直想到下邊有物件過嘅發生過，我直驚咯，唔知做咩事啊？是真正我無講鬼故事，很多好同當今講鬼故事成個較驚啦，有人有拉沙啊，我拉沙較驚喎，我拉沙成日較靈嘅咧，較驚咧，唔知咩事啊？我哋講住講未？老 snow 呀？哦，看住講。你落上掉 clubhouse 人有幾個數 clubhouse 人。我哋冇啦，但我聽你講是咪精彩，我本聽得冇觀察。係我咪是話幾長喲？我講聽到啲 clubhouse，冇，報告就本，人啊當緊 clubhouse 啊，變成學見有隻 club 啊嘛，然後那是講你人有興趣嘅嚇，人會使去那是你有 clubhouse，那是你冇 clubhouse，你那是有 iOS、iPad 還是 iPhone 嚇，你會使同電話，我會使帶人入你 club 嘅。แล้วรู้นังอุเชงชูรัง講แล้วตอนที่ clubhouse 上面我人無落音是話冇有 gather 有開房嘅嘛，開房唔是係想開房啦，咱開房講完嘅啦，แล้ว有興趣咧就接嚟咯，แล้วก็當今 clubhouse 話 live stream 啲 clubhouse 有本 YouTube 個 live stream 啲 clubhouse 啲人係讓曉聽後，然後有幾個數比較講講後，讓使舉手起來，特別讓舉手起來就是真誠後人落錄音啊嚇，但是有興趣嚟講，滾招一啲零一啲水感也使坐落去大頂。OK， 我愛講你講唔驚啊！他咪冇Clubhouse 話講過是你 echo， 但是 OK 我同埋 echo。Clubhouse 話講過講伊講一個朋友伊嗰時有錯了後你鬼會記憶嘅。喲，阿米莉講嘅嚇，是講嘅，你講話，不你講話，有冇地你講話？阿蕉。喲，阿蕉做咩事都冇聲氣？冇嘢。喲，對呀。冇聽講了。阿蕉，叫我瞄過。OK。啊，你講。冇一般都大大啲呢嘛，唔會啊。哦，唔會啊嚇。唔會啊，起來唔會啊。特別用時，我看下那是嚟講幾起來嚇。แล้ว當 OK 你做下面時我都冇看這邊 Google Hangout Meet 嘅Google Meet 個主人會講。哦，我係講但係成日講好驚講嘅。嚟講。嚟你成日講伊嘈伊嘛，嘈伊做亂嘢鬼拿刀啊。我你知我驚嘛，我驚嘛，就跟我去搬咧嘛。有你是。囡仔唔知啦，唔知有看到物件係咩啊？當時嘅囡仔會較驚係咩啊？了，我個我囝講，是講你看到蝦米物件，你免驚 ，OK？有件事你免驚。有時我捌講過咋，是講最無學出水嘅，還是無學表嚟啊，無學電會寫電會寫蝦米鬼啊？到冷出，特別這是路，係咩嘅？我冇俾，冇意思講大啲厝裏邊佢冇可以出水，冇學水，冇學電水。教我，就嚟朋友嘅故事就像咯。我特都有講嘅，教我就嚟朋友故事就像咯。哦，講啊，你講啊，
冇喂叫我唔知我講過，我唔未記啊。我一個朋友德國嘅朋友嚟，伊是檳城人，伊特別舊應該一個德國嘅打波，啊咧伊咪多啲德國嘅咯，特別伊有都個一個真奇怪嘅事咯，有知道？因為伊早啊，伊不是上加即個教書啲嘛，就伊不是上講，伊不是讀整嘅囡仔咯，所以伊早啊細細漢嘅時，甲伊就有當時啲厝裏邊講德國只。天本是只安全嘅所在嚟，特別佢就係咧，一邊啲人嘛，而且人所以成日就是講被對厝特別冚門，然後咱做邊啲嘅人是只驚可能拍槍嘅嘛，然後你嘛鎖門啊，伊鎖門咁，特別伊驚就個冇咩影響喺裏面行咯，所以嘛講驚門特別鎖起來。伊講特別鎖門，係咯，特別make sure 講厝裏邊無人入來，真係有賊入來，已經介紹我講。特別早只細漢就係咁想4個歲嘅啦，伊無明白賊係咩意思，所以就話，伊唔知係咩是賊，所以伊有時講華語差唔多德國話嘅，係咯，伊講有賊入來，係咯，伊就我就會係咩是賊咯，係咯，伊就想到，伊唔知點樣做解釋咯，頭天講，伊個 concept 上似咁就講，可以就我無明白嗰種，所以就講OK， 當厝內面有爸爸、有媽媽，有女伯伯大媽。若是講你看到就全部都喺咱個厝內邊嘅人，入來咱個厝嘅話咧，嗬，喺咱個厝內邊嘅話咧，嗬，你特別甲媽媽講，就是講有歹人咯，無好嘅人來，伊有可能是賊來嘅。伊是 just 按小講是賊就咗，馬就一早我就講，個人伯伯大，特別佢唔是爸爸、唔是媽媽嘅人啊。你講嗬，人哋佢冇有賊咯，咱個厝。哎呀，所以就會講嗬。按做講，咱個厝有賊咧。伊講哦，有啊，咱厝裏邊爸爸媽媽我個有人個誒，伊很講錯。我屌，佢成驚。伊講哦，我電視看到。伊講哦，伊有當時有來嘅。呀咪，你當邊旁邊無地，伊有當時有來，就是伊上次伊看到有人入伊個厝。特別係咧，佢唔是養白嘅人，就講一早我甲看到呢。但是講有賊嘅話，一厝都有物件抨擊嘛，無物件抨擊無幫。係咧，伊嘛嗰時無物，伊就一啲厝做工嘅人，所對咧，伊早白白嘛，所以入市咁只解早白白。厝裏邊就係有賊入嚟嘅話，伊嘛無可能唔知啊嘛，就我看到。所以就奇怪講，你電視看到嘅，伊講我唔知電視，伊講就係只有電視有啲啊，爸爸甲媽媽有啲，但是伊冇啲，特別冇爸爸媽媽冇看到伊講。伊無甲阮講話，伊無甲亂講話，安尼款，伊無甲阮講話誒，所以看到有一個人佇伊厝內面誒，安尼款就咯，所以朋友佢直接去就講伊厝無清氣啊。哦，伊個驚死人。Sometimes 可能是唔是厝啦，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啦，伊個查某囝當今10幾歲啦，古早。會曉講話是一個兩歲安尼款嘅事，伊查某囝本是規日看到講，唔是干那啲厝看到，啲厝嘅窗啊，因為養大管道嘛，一段咧20幾樓啦，伊個查某囝baby 嘅時會甲爸爸講窗啊外口有姐姐。Oh my god! Shit! Wow! 伊講有姐姐，唔是一刀呢，是真濟刀。伊講拿姐姐，了阿妹時，了有一刀，伊個爸帶伊對伊個媽甲伊講嘅厝，伊保嘅位。阿妹困嘅時哦，伊本是愛困嘅時，伊個查某囝會甲伊爸爸講，姐姐會笑。阿妹嘅時啦，伊個爸就驚甲半場時哦。伊爸就問伊喂姐姐，伊記佇迄個紅事頂面嚟，伊講姐姐。唔，我梗係驚啦！到底躺喺天花板頂面，你乜地驚啊？冇幾間到落海自擺路，就住播放 music， 死啦！有咩？冇啊！乜有 music？ 唔識咩？蹦咧，我聽到蹦。冇聲啊！冇啊！我聽到蹦咧，成個 bass music 咧。可能是 horizontal moon 嗬。咩 horizontal moon？ 可能是 horizontal， 你看補掉到啲天花板。呀咪，就使喺面就使喺度看出紅事。伊個查某囝看到，伊問是唔是想嘅姐姐？伊講是喎。哦。伊講是，特別你一起上啊，一對伊講伊媽嘅厝，阮是看到特別伊個查某囝無驚喎。冇驚，伊會知影話，伊會講哪咧姐姐。都是有人是講有人見啊，有 imaginary friends 啊，
是哦，必是样嘅喎。伊大刀看，伊看到講窗啊外口，還是啲厝頂面，伊講嚇，伊有當時甲伊講嗨，伊安尼講 wave，安尼講咯。誒，跟住啊，冇 imaginary friend 唔知是唔是啦？是咯，就是鬼嚟啦，唔講嘅啦。我咁啲嗱，你會驚咧？我係驚。同你講，嗱，你講我朋友。冇講，伊無 so far 無講到安尼物件，伊曉講話了，伊會曉真嘅簽嘅話嚟long sentences，伊唔捌甲我講過。特別往時伊有淡薄驚咯，伊較細漢嘅時，伊甚至係驚淡薄。特別我都唔知講伊驚咩嘛了。特別見到只搞笑嘅啦，當時哦。但見到甚至是看到一個物件，伊聲袂真啊。伊會咁看了嘅，because 伊未 process 講，伊未看了。特別嚟伊細漢嘅時，伊看伊唔捌看到阿你 vacuum cleaner 啊，騎了嘅 vacuum cleaner。有一擺我放到我房間，我無寄出去。然後伊較暗淡薄嘛，暗暝。伊成個一人騎咗，然後哪啥？伊有人看了。喲 ！vacuum cleaner 啦，maybe 你冇意思講，唔是 vacuum cleaner 阿妹嘅。當時唔捌甲我講過。誒，特別當時伊會看物件，看甲伊每講。伊成上了啦，伊上了啦。並且我咪就講看到物件到外口嘅，原來伊是講了我來丟分鐘。外口嘅分鐘啊！伊念蝦米來，伊袂曉伊字啊！我講我意思過來講，前面即個哎呀，我諗唔到個搬入嚟啊！哎呀，即個了，記，我講記啊，未分咗處長了。誒講，面子我意思過來就係講，伊梅話白掉 furniture， 伊係講白掉 furniture， 伊講唔出。誒，我講一間喺新加坡啊，我不都會錄嘅名嚇 ，KC 名，定打我叫咗咩？誒，你冇聲哦，你 mute 掉。嘅報紙嚇，對，嘅報紙。然後你誒，等陣我俾幫多隻，你使拍壞，你使拍壞哦，我看下。有冇知你嗰度新加坡？冇啦，我當金多 KL。哦，你冇到新加坡只久啊？我對你3年咯。哦，我對到你是到新加坡對你係咪啊？對。係好幾年咯，差唔多有4個年啊，揾啊。有啊。對，我諗起係你個別店，下邊係叫係咩位啊？下邊只水嘅叫食嘢。Raffles 喂，嗰邊我 Raffles hotel 嗰邊，是啊。對，差不多啊。對，你拍壞，對，你拍壞哦。啊？你要拍壞哦 ，horizontal 嘅效應。哦，這啊，我看啊 ，I think I can 啦。because 拍壞加 full screen 嘛，到啲 YouTube 會。成功 ，OK，不得 ，OK，呀，你香港看到啦。哦，了等我看過繼續啊，這個 update 新嘅幾個故事我較最聽。冇，係你咧有想到梁剛剛有想到幾個故事我懂啊，啥咪？冇啊，別人我有，你對哪啊？四百九對哪啊？當晚四百九唔是走呀？嚇？哦，我去在經。哦，OK，來你講你。這是我嘅當書記課歷哦。對。我係當書甲我講嘅，古早伊細漢嘅厝。伊是像個 terrace 厝安尼款啊，白厝，對面嘅鄰居啊 ，neighbor， 出邊頭噃，出邊，OK，對面
对面的隔壁厝边，隔壁厝人哈。对面，我你对面是讲对面厝的人哈，对面厝啊，隔壁的啦。古早是有一个某某徛。哟，买哈。换哪啦？换哪某某啊？莫那粉啲啊！我唔知是等人还是。特別換某某較濟是換哪啦？乜都有等人。莫那嘟河。我唔知係咪莫那係咪啦？特別 OK， 伊個某某誒有上加飼一個龜囝，然有一擺伊個某某甲伊家己誒瓜佬啊，安尼。小妹。Galo， 小妹 ，then 伊accidentally 做破伊個龜囝個冠啊，伊龜囝個冠。伊第條一個，伊是第條玻璃冠嘅，係龜囝就第條冠入面咧。是，啊對。所以個龜囝倒落去，頭邊伊個某某甲伊個某度搬出去，放掉伊個龜囝佇伊個厝內邊。then 有一擺，啥物事啊？我當時個厝人個度。上加聽外口暗暝時，上加半暝有真啊暗暝時，有上加真啊濟囡仔個聲，佇外口街路邊個是佚佗啊，所以真啊有時真啊做聲真啊亂，袂困咯安尼款。即聽到囡仔佚佗個聲到佇外邊。啊，對。哦。then 有一暝伊個隔壁是我當時厝人個隔壁是個人啊，伊都敲門伊人我有聽過外口個囡仔真啊亂哦，是毋是？特別啥物事伊人囡仔無頭個啊？啥物無頭？所以伊個即個印度人誒隔壁誒人會看到伊人是無頭誒。像伊人誒囡仔佇外口佚佗誒時無頭誒，敢若是成個走來走去做聲。伊人毋是講咩？伊人飼龜囝是伊龜囝是甲了落查某落誒，落囝誒 aborted 嚇 aborted 誒。是死去。伊人是講咩啦？死還是 aborted 誒？唔知。伊人是安尼講啦，我唔知啦。無頭嘛，無喙咗出聲咧，我真奇怪嗬。係啦，樣幫配。伊講是上加囡仔笑做講話會笑啊，特別個無頭哦嗬。等你走出去是看，無看無頭嘅，搞了囡仔走來走去。特別有啲上我呢邊個東南。無頭個會走嚟。特別有當時我同你講啊，鬼啊，咱看到講嗰啲鬼嘅 concept 啊，伊有當時唔是成日講你看伊甲你講話嘅時候，你看到伊喙叮當啊講話嘅咋，有咧伊是甲你講話是伊免個伊喙免開吼，你會聽到，你腦會 process as 伊 message，特別你無 physically 聽到伊聲嘅咋。telepathic 安尼啊，所以成個其實個腦安尼。你明白，你成日你感覺到是成日聽到伊嘅講話啦，特別伊免開嘴 physically 講出來，冇聽到。因為鬼吼伊樣嘅 energy 哈，就我想啊，伊樣 energy 吼，伊種電波啦吼，伊氣吼是真正大了，人家會出現到啲人嘅 physical world 嘅。樣成個講要出一句聲，要做物件叮當，樣特別用真正濟力嘅，特別樣嘅 telepathic 嘅 power 咧，會通個咱腦樣免出得濟力。所以當時咧，聽哈，伊個款伊會接到人會聽到人會明白的，就是成個伊家迄種嘅感覺，就是像講人嘅 thought 真係看咯。就係你 message 就接你腦啊嚇，就你看到物件，伊免甲你講下面，你聽到伊鬼，你甲你講，你看到咪？你看呐，你 feel 到伊係一種 message 咯。
成個 psychic 啦嘛。哈，對咯，耶 psychic，當個 psychic 特乜南西唔是來隻就啲 clubhouse 啫。啊，即係個人去係南西嚟啊，南西起超就啲 clubhouse。你較驚咗見咩較驚？我成個拉薩我較驚喎。你做咩？你個數先好聊，你龍背嘢先至好聊。啊，呢個我看面上就高只字個，等陣我個梅都對。Actually，乜條劇啊 ？OK， 肯定到對啦，我看南西啊，南西你要教我人講啊，校長阿龍嘅效應哦。阿龍嘅效應啊？嚇！阿龍有啲哦？我諗我到啲 Google 嚟。有啊，我講嘢，我講你看我嘅時候，應該你話你努力所在，拄好就是我聽到聲所在。啊咯，我應該。但你佢問我講是唔是有人無地，然後走轉嚟做工，唔是啦，應該有地喎，要挖掉嗰個人。都可以問啊，都有吹條眼。我有啦，我無去問，但係應該挖掉啦，因為我驚講我問啦，用有無地啊，喏。正。因為伊 resign 咧，我冇聯絡咧，我想走入嚟講，這班鬼都好啊，都真驚。誒，拍電話你會隻個都死啊妹！我講都死啊妹啊！誒，then 啊南西路啊咪先嚟告訴教人講咯，定住路到啲 clubhouse 有講嘛，特別冇講到啊，邊啲學件事冇講。冇啊，冇先呢啊！定啲人 clubhouse， 我就是幫人解決問題啊嘛，不如冇咪去家己去看。哦，我冇掉啲 ID 看，伊是等人嚟問嘅。啊，等人嚟問啊，我升級啊。伊同伊冇走消息啦，伊同伊是講手燈嚟。講手燈。誒，就咩？伊冇走消息。人工 key 哦，人工 key。嚇，這是惡鬼。珍珠係 hello， 就咩讓啲。啲及小事，有人講啲講咩珍珠龜啊？珍珠龜係咩啊？啊，珍珠龜。啊，你講下。珍珠龜咧，有一個 episode 叫做珍珠龜嘅，你未記啊？哦，珍珠山嘅龜啊？珍珠山嚇，我唔知影，就是講，我記講冇今日家嚟講啦，你看了唔知住住講。哦，對，我聽到，但係我唔知住住講嘅喎。哦，攏講下，耶，告訴我下面。我啱啱知我，你講聽下未？有聽過，是直接講啦，我袂記啊。即係 clubhouse 嘅啊。冇，因為講了下久嘅 episode 有人講，有一個故事，特別唔知直接講嘅是啲嘢，我冇唔知。有珍珠嘅喎，我就了解其實講你珍珠意義嘅。但係我最看。珍珠意義就是多少卡嘅故事嚟。我諗 Wikipedia 就好聊嚟談下，我根本未記得了。係咯，我嗰時把搞有啲咧就知嘅。啊，冇啊，那我哋都嗰啲教本先我聽。啊，我哋都滿上。我哋都 man search， 我哋都一直頭會記嘅。你知啊？是我頭一擺錄音嘅。哦，OK，當佢啷個啊，即係咧啊，佢不知道幾個時間講。actually 我嚟，大佬冇姑娘。有笑，嚟都講。fresh。嚟你講。So this is 這是到底吉隆坡啦。杜伯啦。啊？這是到吉隆坡啦。So in 是我嚟告訴。So 到檳城。哦，嚇。So basically that's around Hari Raya Haji. So what happened is anh quan before Raya Haji 我綁掉為做線為馬你看啊，所以人教大講愛去拜關公嘅廟，OK？ So 你講愛去怡保แล้ว講愛去怡保嘅Kinta River 邊係邊去拜？你綁掉你嘅即係做講叫你去拜？我對 ，OK， 對，所以我咪講 OK 咯去拜咯。所以แล้วว่า聽過我嘅 client 講 OK 你愛去拜嚟攞保運啊，嗰啲物件，你去拜高景廟咯。所以我嘛 Raya Haji 啱啱好 weekend 嚟嘛，所以我嘛去我嘛 plan 咯 plan 講 OK 我去from KL 我去怡保แล้ว我去檳城去找我嘅 uncle，because 我尖巴路貴姓呀嘛，所以我去找我 uncle แล้ว對嚟 KL 咯。So the whole thing actually was
normal 啦 I think so 我去到一波的时 check into the hotel 啦 then planning the next day 去吹表咯去吹表的时咧 before that 我 already 做 research 了所以我有差唔多12間表隔咧有觀光嘅 there's a website online 叫 angkongking.com 所以我咪去做 research แล้ว寫出來咯你拍是特間去啊？所以我 plan 咧，我 plan 是講我嚇，你拍是特間去啊？我拍算 out of that 十幾間咧，我經9間咯 ，because 我驚講我有禮冇開嘛，所以我去到一時 in the morning 我 start， 我頭一間去，我 actually 我 planning 咧是講 OK， 我頭一間我去 J Emperor Temple 先。because 伊有一個檔機，然後伊檔機起檔，然後順便美術咯，看呢塊物件正無咯。So what happened was that 我 from 我 hotel 出來咧，我看到有一間temple 咧，就加近。So and on the way to the J Emperor temple， so 我嘛去迄個 temple 先咯。我去到迄 temple 伊那邊嘅迄個國廟啊，迄個廟祝啊，伊 suddenly 我然後即去嘅時陣，你見到出來，你講actually 來接禮拜啊，我馬路係出鳥，甲板路甲板 Apple 馬路過來啦，我講 OK something's not right，then 我經過第二個表咧，我心裏那個無爽嘅話，我講哎呀something not right 啦，所以我咪做我唔接咯，then the third one 就是 the J Emperor 咯，都去拜，然後啱啱好就起檔啦。伊起檔了咧，然後我就甲伊講咯，我甲伊講我數咯，我媽啊，伊互我幫啊，講係去找觀光啊，物件個了。然後伊講幾嘢了，伊個一個觀光嘅迄個作我，然後作我頭。But after 伊แล้ว我就那個 blur， 然後去拜好事了 ，OK，then go continue the next one。Continue the next one, they see all the major temple 在中暑的 weekend, all the major temple 搞到冇貴。But 咧，我一教嘅表咧，我一看到 ，even though I'm not sure 100% 你冇觀光啊，我一教到迄個表內邊咧，特啲有觀光就對啦。所以拜咯，拜咗我4、5點嘅時候拜8嚟了。哇！到時第一杯就嚟安咗隨我掉。然後我嘛看 OK， 有一個咧。好遠嘅，但係我覺得 at first 我本地是 spot 掉一間了嘅，但我是想講，哎呀好遠 ，maybe 近嘅拜到順去咯。所以無變，隔了無開了，春地杯去間呀，咪走去拜咯。去到迄邊嘅時啱好，伊門冚掉，特別那邊有人，所以去門咗啦，我就去拜咯，拜了。我就當 OK 咯，冇事咯，就對佢 rest out 就 keep it the next day 就 keep it 咯。So this is part 1 of the story 1啦。Then 我接 story 2先啦。Story 2咧，我教位 uncle， 我去嗰邊咧，我教位 uncle 大，แล้ว我 auntie 就貴先了嘛，所以迄個會教一年，所以人講讀多人講讀頭前嘛，伊讀多人講讀頭前。So very weird is that 啊！你係咪新主拜啊？你姊妹新主拜啫？我係姊妹新主拜咯。哦 ，OK。對。So one thing was very weird 是講我 usually 咧，我去我 uncle 會我特調佢講一聲聲嘅嘛。แล้ว我估一個，我去到嗰時哦，我估一個 uncle 做隻嚟喎。冇有病嘅啦，冇有病嘅做到好嚟。แล้วอี所大去 the 2 rooms that was available 咯，有嘅房間伊所困去了咯，所以 that means 我冇位困咯，我嘛困聽咯。我講係我本地時教我講，哎呀，你教我困啦，特別上我想講，哎呀，你老人家，但係我去阿妹起來幫助，係咪？但係做人你困無好就無好咯，所以我嘛講我困聽啦，我一講我困聽了哦，加了人面青青都知哦，你講。You sure 冇？แล้ว I was thinking okay 啦，不要緊啦。如果冇沙bomb，所以我嘛叫我嘛困了咯。我把路 I start 困
第時 suddenly 我就 feel 到那個有物件對我卡穿嘅，你知唔？你到底明朝到底你困喺咩沙發還是到底腳架上面，還是頭卡嘅困？所以我困沙發邊，就嚟接μια大嘅沙發，所以我向了那邊，所以 that means 我卡穿向了外口，所以我 feel 到那個有物件對。實際上呢個吐露呢卡穿。係咪數哦？嚇！แล้วทำมีสัวขี้ไรขวาทุกขวาบ่มีเกียแล้วกูจะขุนตัวตุ้ยเนาะแล้วอีบุคคลจะตัวละนะอีบุคคลจะตัวละไอ้สิตำปนเขาเนี่ยนะbut you can feel it เนาะผู้สินะไปให้เลยกินนะคิวกินนะวันมา but actually ขวาโลกีตัวบ่มีเกียมา so แบบกี่ว่ากูจะขุนกูจะอยู่หลังตู้ไว้ค่ะช่วยแล้วตู้ก็เอาไว้ว่าเบต้าหันแล้วว่าดูอากาโคเลีย喂尖堆嚟啊！แล้ว講係舊大面嘅แล้ว特別我唔加，我唔是講唔加啦，特別我本驚講，按咗講啊，那個看到แล้ว個其他條係點啊？所以你冇直頭去每本啊，你是想到講有可能是你尖，特別你冇直頭計講完好呐。我唔加轉過嚟看講要啲係係咩哦？แล้ว我本冇咩加群แล้ว多嘛嘅尖頭冚入位起啊！安怎咯？แล้วกูตูกู嘢我計講，路盲嚟隨我แล้ว這裡是路人嘅頂嘅物件，路下面物件咧，路去隨我嘛。路交代交代我就會使講。My direct line 係教我講 my direct line， 係啊。如果路咪教我講，路去教我嘛講。แล้วกับไว้ตูกุยเอแล้วsoคุณกี่ยับokay so this is part 1 of story 2 part 2 of story 1เนี่ย是 the next day ว่าเดี๋ยวพอที่traders hotel คุณเนาะ traders hotel คุณเนี่ยสิ我綁掉等陣我想未記得part story 1是係咩啊 remind 我就話未記啊不人講嘅事 okay story 1是觀光觀光對 okay 對the reason why ไป為咗先講我都去拜觀光啦แล้ว part 2 of this story 1 ว่าที่สิว่า觀I mean because ว่าสิ chronological 啦 so that's why 有淡波亂啦 it's 2 story over so part of story 1เนี่ย就是講阿妹哋是話困 traders hotel 即係都講一波個啦如果第二波個呀แล้ว我講哎啦慘了但我看到嘅迄個按照講啊迄個風景啊是我哋去第一杯是嚟表嘅風景嚟所以一真正即嚟觀光擺掉แล้ว伊後尾直接觀光起來甲我講哦我係對路對處即係你綁掉後到啲 traders 是綁掉ตัว traders 是綁掉so the next day 我就講哎呀啱了 on the way 對你是特掉就 stop over 一波咯所以我咪走去佢哋地位就嚟表咯，然後佢講唔制講佢哋是唔是，所以我講 if 我地位就嚟表去แล้ว唔是嘅話，佢就去隨北京喎。我一去到地位就嚟表，伊唔會開掉，伊係冇捉到那邊，แล้ว我咪驚住去，佢講咯，你講嚇，安尼款啊，嗱你去看啦，去賓館講安尼坐，你看到一個事咯，แล้ว我驚去看。我會記到網那邊，伊是真係一擺真係一擺嘅迄個觀光哦，然後佢哋徛起來嘛，對唔對？所以我 from 伊頭前啊，咱去嘅時咧，徛咧迄個位咧，我看無到觀光喎。所以 and 我看到嘅觀光㗎，แล้ว伊邊個樣都知哦。所以我嘛徛起較近淡薄哦。แล้ว actually that 迄個 area 啊，我迄個觀光徛起來嘅位哦 ，actually 有一個觀光。但比伊頭前去食較 A， 所以慢慢好摘掉。And the part is 伊會想，我都綁掉誒。喲，所以成個你到底綁誒看到係一聲誒，安講，但係你頭一次去時你是無看到啦，你無看到係一聲。because 我頭一次去嘅時。伊會先㗎了，安尼拜了吼，我是頭前拜爾嘛，我去個頭前去看嘛。So the question 是，I mean for 講
我安怎会看到伊咯？if 我無只行個去頭前去看咯。哦，意思要學你看，了你。伊 offended 都冇去拜。無伊冇去，伊講 offended 冇去拜，要叫你到底去拜，未伊想嘅數碼路仔。伊講不對了對處。伊講一對。對，了你有請係對啊。So after that 我看到啦，我去甲迄個苗族講啦，佢講我看到啦，是去先咯。然後伊講 OK， 我好啊，唔知一百幾塊包隻紅包互我就會使啦。然後我帶對厝啦。哦，我喺看，得咯。哦，我喺看，哇，誒水哦，這水喎，真係水出去。水哦，好啊。哇！是一些個做咩經嘅？我都 actually 我古早我係講有地嘅事啦，我出嚟是有拜關公嘅，然後because 我是姓劉嘅嘛，別說，我是姓劉嘅嘛，所以劉關張就是兄弟嚟嘛。哦。你看《三國演義》的時，劉關張就是兄弟嚟嘛，所以我人出。哦，所以就關公是嗰個親戚啊，嚇呐。哦。ancestor 嚟。哦，哈，伊。哇！但只是有可能是你嘅祖先安排你，到底安排你去經一個關公來帶對處學曬。對。แล้วชว่าตัวยังhọcใส่แล้วเลยว่าดู feel ว่า actually ว่า feel ล่ะครับมี what difference is there ล่ะ the thing สิ講咧 I think ว่าหลังlockdown แล้วก็เอา啦การ出去冇得係咪เหรอว่า energy level start รู้嚟รู้ชัวว่า做物件加拖ว่า加冇係咪冇正線นะคนแล้วชว่าอีตัว嚟ว่า特別有把啊ว่า at least ว่า做物件加正線咯加 concentration 咯那款物件咯哦哇，出味哦，哇！你這告訴，對啊，出味。แล้วกูก็จะ出味個，so story 都係八對番，來，請了講對，所以我請了講，我 straight 換對 BJ 去台灣嘛，所以換個對去 BJ 了過後，我對到厝了，然後我就去台灣嘛，我教我嘛講，誒，我教你講我，陣尾哦，整一尾哦。จิ้มอะไรช่วยว่าแล้วอีตัวไอ้ขาช่วยมันจ้าแล้ว我講嘅嘛，แล้ว我講哦，อีตัวไอ้ขาช่วยแล้ว我講講我還沒明嘅ช่วยรู้ใจ因為是รู้嘅我別使講話我還沒明嘅รู้交代แล้วรู้把รู้學我講รู้把รู้教我講แล้ว我把รู้使交代แล้ว我媽都教我講係咪รู้ใจ哎呦是我家陣冇教講幾禮拜前我幫到伊都知แล้ว伊個愛甲我講話，特別伊未講出來呢，我幫到講你8週接嚟，你講伊是死了誒，歸來，你幫聽伊講，哦，แล้ว哦，喲，แล้ว別怪吹嚕啦，吐嚕下吹。แล้ว best part 是我教我 mother discuss 咯，อัน做咩事อันนี้關，แล้ว another thing 是講我伊會知啦，伊會知幫到伊啦，歸先歸後伊知幫到伊就係然後伊甲伊知講我，哇，這邊真好鐵頭啊，來你來吹，去來甲我鐵頭，我 mother reaction แล้ว我甲伊講。哎呀 ，at least 冇安尼衰啦 ，at least not that bad 啦。然後我媽都講，做咩事 not that bad 咧？我就講咯 ，at least 是講我帶你起來嘛，我唔是帶你落來。喲，哇，出味咯，你告訴我，你估無對來啊？嗬，講你笑會告訴我聽。誒，我個腦力會講嘅，你講了未？你告訴你腦巴講了啦。我係講。OK， 感謝。我俾一個要講 before 啦，到底去學
講佢驚講嘅時候，我看到啊 Candice， 好生有善人。哈 Candice 你解講啊未？啊未？你解講個樂意你唔記？哎我冚掉麥咧，估你個冇解講。我困去。伊水感甲困去。誒 Candice 你名咩啊？你啊，真你會使學我落你 email 講嘅故事。會使。嚇 OK。我是一個 question 啦。嚇，你問下。因為嚇，แล้ว我 mother 伊個擺有 abortion 嘛，有落驚，แล้ว佢伊就講every time 佢哋切過半嘅時候，伊會去拜嘅。แล้ว伊被拜佢哋伊abort 過嘅囡仔，แล้ว伊有學伊名係咩哦？然後我就問這是 normal culture 還是係咩嚟？有啊，有成日可能啊，讓別人知啊。我有啊，我就怪平常阮嚇。伊是你會出來人嚟嗎？伊是做上家嚇。有啊，伊是上個你兄弟姊妹嚟嗎？哦 ，OK， แล้ว佢學伊名嘅啦。嚇有。以前啊，有啊，嚇，唔使講。加無險嘅。可能是伊過了幾個月了，伊唔是咋細漢伊愛準備 abortion 呢？就是伊感覺上小娃了，伊成生娃嘛，然後 after 我伊 I think 1 year later 伊就個在有生了，特別我真細漢，然後伊就買咯，伊就去 abortion， 未在了個嘅 abortion 是嚇。未在掉過，佢感覺就是未在掉過。小娃了，佢 H 小娃了。因為我會考慮隻名喎，你想到你花名係咩？我被把刀會叫你是該叫嘛，唔叫你正名，咱唔講你正名啦。你想下你花名是叫咩？叫我Tricky Bean啦。嚇 Tricky Bean 啊，Tricky Bean。OK， 所以 Tricky Bean 你嘛有甲你講嘅啦，你嘛有甲你講，伊捌落驚過了時，特別有去成個講學習嘅，嚟去切過時有去拜嘅，然後呐。嚇，唔是伊呢，我 grandmother 不是安尼講嘅。แล้ว我 mother 伊是拜腦橋，因為伊 abort 過腦拜。所以講是我弟弟甲妹妹嚟。所以可能去學曬。我捌聽過怪平常上家，有咧唔是落，有咧是上家講 miscarriage 啊，是家老啊，驚家老本是有人去學曬，可能咯。因為咱若是講你相信即個物件吼，你特別伊上家，你有去拜伊，都變做有上家未幫伊做上家像鬼嘅款係就，你上家學曬伊背下面物件，你拜佢嘅款啊。點解你叫阿漢呢？阿漢有一個小弟吼，伊有講過伊隻小弟本是無去了嘅時，伊本有去拜。伊包去拜，咧伊個愛佢講伊頭毛只，伊個忙住講伊頭毛大隻長嘅啊，當然咩，然後伊樣被叫小加多去，伊講被夾頭毛，有怪做咩學名嗬？我咋少聽過學名嘅喎。學名？伊講伊學名啊。學名 normally 是伊啲生出來啊嗬，after that pass over 嘅個學名啊。我伊無生出來嘅喎。伊唔是叫 abortion 了，是生出來，因為一過了4個月了，伊梗係學名呀。咁是講到 abortion 是未落3個月。特別你學曬，特別你無學名啦。學曬本嘛無去嘅，是無去拜嘅，是放啲廟互人，因為我知伊有家老嘛。伊是4個月，伊唔是家老4個月了嘅呀。生出來嘅，伊是愛生出來嘅，別有天講會做嗎？特別無學名嘅，然後我基本無去拜了嘅。OK， 等陣，然後就對你拜。做咩做無咧？伊無去之類咧，做咩做伊放了？係咪意思講馬未使去拜？因為馬路特別去拜嗬，已經那未掉，未走，伊咪幫，未走伊成日未幫你。個學名伊，個學名伊個下面是
哦，明白。每类马甲类马是真我属是下面属啦。哦，明白。有可能哦 ，OK。可能是有可能我唔知可能有白嚟告诉啦。哦，可能哦。誒，手機邊我頭擺我掛拋時看到你即頭一擺起來講話啊。對啦，特擺我拍攝，免拍攝啊！我真 interested 這個 topic。免拍攝，不到免驚，我能就講誒。你不到起來識甲我拍殼，手機邊個名個好聽，手機邊。然後當然我要參與入邊度針正啊，我要收帶啊，我要收帶一出啦嚇，我要叫是個講淡薄是咧江湖家個講一個，江湖家就自己講一個啊嚇，如果我你愛聽 office 還是愛聽I mean這個 apartment 嘅 surrounding 嘅 apartment 嘅住自己就好嚇，住自己嚇，即幾年㗎，本錢有自己。OK，講 apartment 嚟，講 apartment 嚟。嗱 apartment 較濟人有嘛，咱無成特人做上工㗎路嘛，所以 apartment 特人厝咧小掉咧幾驚咧個咁有嘛，講 OK 嚟。我無到 apartment 嚟耶。OK，apartment 咧是我大一邊咯。哎呦嚇！這邊是是啲叫咩雜嘅嘛？丹東宮咧，是我冇講啦，是伊名是內字嘅咯， it starts with M 嘅咯。no， 是 M 嘟呢？哦 ，OK， 哦 ，MV violin。MV 是不是馬比嘟呢？哦，馬嘟。OK， 我知哈，講。即個我頭我搬來時咧，我有陣時我暗暝我未困，我就去伊樓下嘅煮麵咯。然後我會有陣時12點幾，有陣時11點幾暗暝我未困，所以我就過去煮麵咯。然後我搬來這邊嘅時候，養這邊嘅格達3個月養嘅做成個 rotation 嘅換格嚟嘛，所以有一道一來到3、5年前嘅時，伊嘅格嚇，伊嘅迄個 rotation 來到迄個格嘅時，我有加一個格 quite close 咯，伊一個番仔嘅格，伊人真好，然後伊真 friendly 嘅講話，所以我本身甲招呼，所以有陣時咧，我會坐佇個 house 甲伊講招呼面，講甲真久嘅，所以有一暝我未困，然後我就落去煮麵。Then 我 usually 去 gym 我無開干了嘅嘛，我是 just 開可能我用嘅迄個 station 我開呢，但開間 gym 是暗嘅。有一暝我佇 gym 嘅位，所以我就after 我嘢我就下迄個伊嘅迄個dumbbell 落來咯，就砰一聲咧，伊就掉下啫，因為伊來做round 嘛。我咪樣做 round， 一看就來 gym， 一看到我，伊就講哦 ，you bro， 伊講哇，你 what 啊？我講yes， 然後伊講OK， 伊講我喺外口等路 ，because 我嘅 gym 是open air 嘛 ，that means 伊啥有 grill 嚟講，特別伊嘅風外口會吹入來嘛，伊就講嚇。伊講我喺外口等你了了，你甲出來，然後我就真歹勢咯。我講嚇，我有係加3、4個字個喎。伊講免緊，伊講我等你，我講免緊，了我等就one lock，係指one lock。你家己數啦，就是講。你放心，我講，我有 lock。伊度嘅呢個伊講明見我講靠單路，我就奇怪啊！我講係咪屬於？伊講你嚇，我講我數個路，我計講 don't worry。伊講明見我一年伊講我外口單路，我係數個路嘅，我講然後我就拍死啊嘛，我拍死嗰陣時，伊講固定我哋，伊講驚我嚟驚個後果，我講係咪屬於？我就
驚咯。伊講伊就 start off 伊講乜仔呢過啊乜仔是為 last day 伊講 after that 我冇啲邊做了。So before 我走伊講我 just I suggest to do 買安尼換落嚟一邊。哦嚇，我講我都冇幾長嘅哦。我講這邊蝦米事？伊講行，我人行出來，等陣我甲你講。所以我就行出來外口，坐了迄個外口伊個路邊位。伊路邊伊講你一道咧，你安尼換你賣家己一人落來 gym。伊講較早去 gym， 較早了，你無物件做本好，伊講你賣落來一邊。我講蝦米事？我講明緊你 just 甲我講。伊講早2禮拜前，但係啦，伊講早2禮拜前了，伊講我就特登買落來伊個 gym。甲落淡薄就是 swimming pool 會有兩間大波甲查甫嘅 toilet 嘅嘛，你會使行入去迄個 toilet 嘅。伊講有一暝咧，伊就看可以開了啦，伊就行入迄個 toilet 內面，伊就 check 嘛，伊內面有3個 cubicle 嘛，三間嘛。伊講我就 check 講，甲了無人，我才會使冚開甲鎖門嘛。伊講一隻嘅時候，伊去到第3個 cubicle， 就是迄個第內邊嘅啦。伊看伊門一半開，一半無開。伊講伊就愛行過去看有人嘅咯。伊講一直會搞迄個 cubicle 嘅哦，伊門個佢正大啦，砰冚去哦。伊猛搞。然後伊頭就想講內邊有人咯，伊想內邊有人，伊就卡門伊家伊 just 徛外口，伊講你好了哦，我伫外口等咯，你好了，你用袋你好了哦，我愛冚開了，伊喺外口等咗3分鐘啊，無人出來無聲，伊個再行入去，伊個再卡一刀，伊講伊愛冚開了，伊講你好了，你出來我等你，個再行出去無 reply 喎，然後伊就奇怪啊嘛，伊就叫我記到機，我部機架撈，係咪聲嚟？讓我聽到。你都不是我比賽。You shouted. Don't do like that 啦，你 die 啦。繼續來。垃圾。哎呀，笑啊。OK， 你講，就你講。那我掉錯。要 check 呀 ，sorry。就你講 OK 嚟。我真係冇記。我剛才落個樓聽到，係那我搖頭冇流嘅。OK，แล้ว你講伊第三間樣咋嚇？第三間個無人。嚇，แล้ว伊就叫walkie talkie 叫 the other guy 起來兩個人，因為佢咪處理，人驚講等陣有人陷喺內邊，佢哋 toilet cubicle 嘛，แล้ว人佢袂使講一人人愛有 witness 嘛 ，in case anything happen 有一個 witness 嘛，所以伊講伊跟第二個起來時咧，伊人個再去敲門嘅時候講你 OK 哦，無 reply 哦，人驚講內邊有人陷去，所以伊就 just 敲門，伊講我人呢愛用 next cubicle 爬起來去看，愛 check 講你 OK 哦，無 reply 咯咋，所以伊個 colleague 咧就爬起迄個 toilet bowl 爬起來去看咯，一看落去時哦，看無物件咋，迄間 cubicle 是空嘅啦，特別伊個 cubicle 嘅迄個門是鎖了落來，了。伊個迄個 cubicle 咧，本是無通啊，所以唔是講想講人佢通啊白去，唔是。嚇，一規咧是壁來，所以無物件誒。所以講，迄個是 just 一個 incident 咯。了第二個就是伊講，人行 multi level 嘅迄個卡巴阿妹去順嘅時，有一道伊甲伊 manager 白白順嘅一半時哦，人兩人即白 feel 講。真正無幾長，所以伊就問伊 manager， 伊講你有 feel 了，伊 manager 講有，所以 immediately 伊人就買個再去順咧，就行到等於從伊個 basement 嚟行到轉出來。了有啦，伊講伊阿妹一順嘅時，伊講伊真正無出家去迄邊嘅，伊講達到真正無爽嘅 feeling 嘅，所以伊就甲我講，伊講你到買安尼換落來一邊。哦，我甲你講啊，你即馬。馬比嘟嚇，你講一聲，係你 block 未 ？Hello， 你講。伊個迄個 block 咧，講迄個 gym 加有一個 swimming pool 嘅，伊個迄個 block 咧，有一個 management 嘅一個查某啦，伊
这是下晡時啊，伊有看過咧，因為伊邊快暗嘅，快暗嘅，迄個伊 letterbox for that particular block 啦，迄個 only 迄個 block 啦，有人看過咧，伊看到講，有一個查某穿紅衫嘅，了伊看到一下了，了一下呢，冇嘢，真嘅，也見到成日看到一下冇嘢，特別下晡時啊，你是，伊迄個 block 你唔知係咪屬較奇怪，嚇？下晡時啊，了，你講嘅即是麻痹嘟啊，麻痹嘟嘅位啊，我捌去麻痹嘟大過，頂到是往攤水嘛，八門係可能攤水嘛，แล้ว我捌去過係自在間，伊個 swimming pool 嘅，哇！你成 changing room 呢，伊有迄個在間我捌去嗰邊換衫過。伊是甲巴星 road 迄邊甲愛城市，愛城市嗎？唔是，伊是到啲咧 floating mall 嗰邊嘅，我我 floating mall 嗰邊嘅，有一個多咧，畫圖都喺頭整嘅嘛。啊，對，伊頭整有一個畫圖嘅，伊名有會嘅，我就是甲食咧，伊你換哪隻？我就是甲食嗰邊嘅，換哪隻？啊，我唔知。啊，名是莉迪安娜，就特別排隊嘅，好食。哇 ，OK。迄個番仔隻嘅邊啊，位啊是 actually 番仔幫嚟啦，我冇咁知。哦呀，大山有呀。伊是番仔幫。แล้วก็有伊幫個啲哦，當今還是貼起啊？有啊。哦。有啊，still 有嘅。那幫快使貼誒。那幫乜嘢使貼？啊幫俾使貼啊？特別你問講，那幫。Masjid Jame LRT 是係是幫嚟咋？Masjid Jame 你知哦，到 KL 嘅嚇。咪那邊嗰個幫過嚇。我會使 share 嘅一個。嚇講。我會使 share 嘅一個只。我 try to cut short 啦嚇，即係呢是我嘅previous company， 所以我 previous company 呢樣是做我是做 supply 藥到嚟hospital 啊，到 clinics 啊嗰啲咯，所以我是做 medical 嘅啦。Then 我這個 company 是 quite 大嘅 company 嚟，伊是上加迄個Pfizer 啊嗰啲大嘅，所以裏邊呢伊個 manager，only manager 有3個 manager。了sales 嘅人有20幾人咯，所以 office 都 imagine 快大咯。特別 GSK 啊，是 GSK 啊，唔是 GSK， 特別是按那款嘅 size 嘅 company 嚟嚇，所以Novartis 啊，哎呀，我名啊，未使講出來，真係我哋都係唔知哦，呢兩故意喎，你唔係講啦，你咩計喎？所以一個 company 嘅，因為我諗 medical 嘅啊，無上 company 嘅了是無上 floor， 我諗啲 distributor 係隨意 office 嘛，所以我諗嘅是 what happened was 有3 manager，that means 3個 sales team，這個 happen during afternoon 嘅時啊 ，that means 大概3點幾嘅時。我嘅 ex boss 就是我嘅 team 嘅 manager， 伊下晡時對來伊 office 去寄物件，所以 office 是無人嘅，伊規間 office 快大間，特別無人嘅。伊直接去 office 寄物件哦，伊下落去伊嘅 desk 伊寄物件咯，所以 imagine 伊嘅 desk 頭前都是玻璃件嚟 ，to separate young manager office 甲我人sales 嘅人掛口嘅咯。伊下落去寄物件，伊起來時候。一看到一個查某嘅頭喺迄個伊個 glass 裏，看到伊，just 一個頭呢，查某低頭毛，看到伊，然後伊就起來看到伊，伊就看到伊，白到上咯，上者伊面就慢慢冇嘢，from 迄個伊個 glass 裏，這是頭一個 incident 咯。After this 這個 first incident 咧哦。second 伊無甲 anybody 講 he just 點無甲人講。second incident 就是你兩個 manager 白白佇即個上嘅 office 裏。one day 樣白白兩人嘅咯佇 office 入邊，伊人聽到成個迄個radio 嘅聲，成個啥
安尼款嘅聲，啲外口迄個 sales team 會真亂，愈來愈大聲。然後這個 manager 頭頭看到佢，一度講出去，伊講點啦，然後 suddenly 無聲去啊，規間無聲去，無聲去，然後這第二個 manager 就奇怪，伊講你講咁大聲做咩？伊講無事，照做工，做嘅只安尼吼，一聲愈來愈大聲，到真正大聲，所以讓兩人就冚 laptop，就講較早轉厝好。所以兩天就對咯，這個是第二個 incident in the office 啊。然後這個 incident 呢，伊就交代我人講，evening，因為 sometimes 我人 evening 嘅話，我人會對去 office 去 print 物件嘛。伊講過了5點買對來 office，伊教我人講買對來 office，所以我人唔知係咩事。incident 就是你這個第二個 manager。唔知幫行嘅咯，第二個 manager 唔知幫行嘅，伊直接伊家己一人啲 office，airport 時啊個 lunch time 咯，1點幾2點伊一人啲 office，一聽到講外口有一個 workstation，迄個desktop 嘅位哦，一聽到迄邊有聲，伊就奇怪咯，伊無聽到人開門入來 office 嘛，伊就行出去外口，伊看到一個查某，本是底頭毛嘅，伊看到伊後背呢 ，that means 伊個 back 是向了伊 office 咯，坐了迄個 desktop 頭前坐了無做幫行。伊就頭想，迄間查某是我人會 click 來，伊就叫伊名咯，啊，你對來做 office work 啊？然後迄個查某無做幫行，伊就唔知我對去 office 坐。一奇怪，伊想蝦米事伊無 reply 伊個咧，然後無聲去喎，伊佫再行到人啦，開間 office 無人，然後伊即個第二個 manager 咧，本是已經扣物件，call 迄個頭一個 manager 甲伊講，然後頭一個 manager 甲伊講我知啊，所以過啊咧，伊人真係是出 email memo 啦，叫我人無事咧，賣佫再轉 office。I doing office make sure more than 5個人特別對 office， 然後頭伊是因是賣下個人，所以伊人 just 講 for safety reason。特別咧這個 manager after 伊走啦，伊 resign 啦，later on 伊甲教我人講，伊講 actually the reason 叫你人賣 doing office 是為咗這裡。所以你人迄個舊嘅這個你 ex company office 是大 that time still 大排到冇啊？唔是大即個Perak Road 迄邊嘅。迄一間所以2樓呢是我人嘅 office 咯，唔，所以3樓是我人嘅 office，2樓是北京 company 嘅 office 咯，因2樓本是有 story， 我人嘅3樓隔壁本是有 story， 隔了有 story， 所以伊迄個 building 是真正垃圾。即係特別等啊！季節講幾個數時個，到底嚟講講，跟住講數。特別真係爽喎！我想看到幾部爽咩？爽，邊啲學勁夠鐵做嘛？特季節，你有冇嚟講冇幾個數冇肯講啊？伊會看到一季嘅人款治療，你看到伊嘅頭，I mean，佢會看到真清楚，然後佢看到伊嘅面上了伊。介紹咩啊？個故事。我巴肚唔是搬去甲巴先 driver 咩？冇啦，嚇？甲巴先 drive？嚇？搬緊啲。一般去這個古早嘅 standard 嘅 building 咧，唔是咩？當今？無，伊個 distributor 當今啲迄個叫做咩？別話 Volkswagen 迄邊。我講你明顯啊，浪嘅水，我講你明顯看到我 edit。歪妹，伊看到伊邊呢，伊查某伊邊呢，無鏡頭嘅啊 ，just 緊。無頭嘅，對，迄個是無頭啊，係干那頭。無身軀，無身軀嘅干那頭。無身軀。無干那頭呢，了。伊邊快咗啦。頭一個 manager， 即個頭一個 manager 看到嘅時候 ，actually 伊會看到這個物件嘅，會看到嘅。所以伊頭是想伊家己看到物件，所以伊咪講。特別第二個 case 就是伊人兩人啲 office， 本是聽到安尼款嘅物件。第三道就是第二個 manager 家己看到啊。明。伊做咩干那 manager 看到？
係啊，頭嘅同埋彈手這類，你啊 ，OK， OK， 講啊，這邊先啊，小蛋攞點正確嘅啊，然後那時攞有興趣聽幾個故事咧，讓到會記起本來學見.com/join， 讓哋使報名了，不到嘅時候我錄音是同地路，但規矩往是一規矩是落一擺啦，然後路人有興趣人報名對同地路咯，然後這個禮拜我特別嘉賓咧，就是只驚我告訴佢了個新嘅幾日看但我冇聽了講了嘅 office 個 apartment 加伊嘅厝嘅幾個故事是共附件感謝，然後個有英國中地都半鹹甜鹹阿三lak沙亮當當，然後個有一間是柏林島，然後柏卡吹聽道歌，後點阿龍，拜拜，嘅報紙，嘿，等陣啊，即其實個另外是。先嚟記報，你講起話就講記報紙已經用嘅，定啲就是傾記報紙講伊無通真正無通，伊驚無通對來叫，然後佢阿哥啊，對，人特別話名咧阿哥，然後然後個鹹水甜啦，然後個我未記叫咩名喎 ，Alan 你叫咩？我哋嘅記報紙無相連，少年記，Alan 你名咩我未記啊？小背虎。啊，小背虎，小背虎，哦，小背虎是迄個正放工嘅小，還是蛇嘅小？小背虎 ，OK。แล้วก็วิวาวาลูกคนตะกุยแบบ是คนขี้บ่รู้วิวาวา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สบายเวลาจันพูดกับหูแล้วก็ตัวที่ Clubhouse 上面嘅會蕉啦、南晒啦、鵝龜、毛蘑菇สบายเวลาจันกับ超級餅超級餅頭晚個住起來講者嚇 Clubhouse 冇好呢你好本地你知你知就係就OK， 好嘞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月子嗰度對嚟收聽古嘅故事嚇，讓我興趣嚟講咧，特別係去聽到聽到古嘅 episode 嗰度聽，感謝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真係細聲，哎呀死！等陣我個崩櫃，等陣，哎呦，我梗係咁夾噃 ，OK， bye。OK， 到底YouTube 嘅有人呢 ？YouTube 嘅人即。邊頂一禮拜冇看到嘅episode， 到這邊但係這邊咧，第一就係定看，佢定聽。但係集正咧，我人有錄音嘅時，很條錄音時對同地路，一啲買 T-shirt， 佢仲幾廿條呢？頂住一人買啊，就感謝人嘅支持。一啲但係咧 T-shirt 咧就同買，但係咧小英就同買 T-shirt。OK，bye。